各位姊妹們，香港濕氣好重，一到春夏天呢，容易誘發身體有春困呢個情況，瞓極都唔精神，成日都攰賴賴，脷苔又厚有口氣，而且大便仲濕粒粒添。小朋友容易誘發濕疹、周身痕，夜晚瞓得唔好，心情唔好，梗係容易發脾氣啦。大人就容易皮膚暗啞、毛孔粗大、眼圈遮都遮唔到啊！搽幾多護膚品都補唔返啊！濕氣會阻礙血氣運行，先要調理好脾胃，將濕氣排走，先至可以由內靚到外。我係滿載軒嘅養生經理人，我哋經營咗5年，陪伴過無數嘅家庭度過春困嘅日子。我哋係將中醫傳落嚟1800年嘅傳統智慧，用最天然嘅食材融入每一碗湯入邊。專為祛濕設計嘅湯水有陳皮茯苓紅豆湯、粉葛鯪魚湯、五子毛肚湯等等。濕氣排走咗，脾胃健康，氣息自然紅潤，皮膚光澤。如果你都想用呢份傳統嘅智慧融入天然嘅食物，用湯水去調理身體，立即用128蚊優惠價試湯啦！